正道性命的祈祷，请郑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做伙组织做礼拜，阮要为着向这个学员7个毕业的学生来感谢你，感谢你照顾因、帮助因，互因完成这个阶段的功课。阮要为着因的将来来祈祷，求圣神保守，互因一生一世会当求上帝你听因的祈祷。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因享受上帝你的听，帮助因活出因生命的上帝恩慈，用你的能力甲恩典保守照顾。愿你用奇妙美妙的计划来引出因的脚步。今仔日阮众人同心安尼祈祷讲，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。主求你将即句话刻条伫阮的心内，阮愿意真正照安尼来思想，也将阮的生命来献予你。陪伴即阵囡仔祈祷的时，愿主你爱健康，成就你的祝福，互阮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人拢丰丰富富来得到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的礼拜较特别，因为一年一摆，咱的向日葵学院拢有毕业生。上帝互咱的教会对2003年开始，第一届的向日葵学院的同学对这个所在毕业。我所伫这个所在，要代表教会，甲7个要毕业的同学，甲恁讲加油。恁伫这个所在成长，教会对恁有一个祝福，希望教会成为你们第二个家，甲喜乐宝院同款，是恁第二个家。恁第一个家就是恁的爸爸妈妈互恁的，但对今仔日开始，恁的学习成长。但这个牧师要送恁一个礼物，这个礼物象征着活出爱，活在上帝的爱的里面。这个礼物有一个记号，代表展翅上腾。这是恁的特别毕业礼物。牧师要代表教会，用上帝的话来祝福恁，愿恁伫将来的生命，你们年纪已经够大了。国中毕业那真有一个囡仔，但是已经会当做大人。虽然你们还不熟悉，还不熟练，但是愿上帝帮助恁，互恁的一生会当享受上帝的听。祷告对恁来讲不陌生，因为伫向日葵学院主任老师会带恁祈祷。喜乐堡医院的蔡牧师，甲遐个伫陪伴你们成长的这老师，他们也教导你们过祷告。但是你们相信祷告吗？牧师不勉强你们祷告，但是万一有一天你们觉得孤单，有一天觉得力量不够，今仔日牧师所讲的话，你们或许可以帮助你。伫恁觉得孤单、力量不够的时，用今天的祷告做恁的祷告，就对。恁若袂记得，你们可以重新打开 YouTube， 因为今天的礼拜的直播，甲今天礼拜牧师上恁的话，讲解圣经的话，都会一直留在 YouTube 顶管。所以，如果恁若今仔日听无，等恁高中毕业，你们再听一次。如果你若高中毕业还是听不懂，敢每当牧师邀请你大学毕业时，你们再听一次，直到有一天，您懂得牧师今日所甲恁讲的这个祷告，因为这个祷告不是牧师的祷告，这个祷告是耶稣教牧师的祷告。牧师要将耶稣教我的，牧师也要教给你们。
因为这个祷告会当影响你一辈子。这个祷告来都有3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更幸福，这是牧师对你们的祝福，你们的将来要比今天更好。第二个，你们要活出美好，每一个人都有你的优点，每一个人都有你的特别的地方。第三个，你们的生命是可以期待的。你来想讲，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不是第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，你有真多学长，他们的生命改变。最近咱吃足一苦粿啊，有无书记安尼开讲苦粿？我唔知恁爱食苦粿无？哦，迄、那个苦粿吼，就是恁的学长开铺，哦啊，唔是家己种的，伊去绑一块田，啊叫一寡朋友种，哦啊，所以最近咱向日葵学院，我食真多苦粿。我说不是叫恁以后拢甲苦粿送倒来向日葵学院，给恁的学妹学弟吃，不是，因为从这个地方毕业以后，一个这个时候才产生一个感情，因为怀念，因曾经在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。牧师祝福你们。牧师跟大家讲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孤单，心情很糟糕，你们可以这么祷告。这是今天这本书专程为恁所讲的圣经里面很宝贵的话。在座兄弟姊妹，恁感觉心情很糟糕，管咱今天这无论大人囡仔，咱会通对今天这个圣经得到帮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学习祷告，相信祷告。所以兄弟、昨天兄弟姊妹，今天这个圣经，恁若要用这个祈祷。你若要真正足紧甲读了，唔免半分钟。阮伫天里的悲观，你的命相关，你的国人教官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就伫天里。5句话3项代志，你会当真紧甲读了，这真简单。但是这个真简单的祈祷文会对你的生命产生极大无比的影响。愿天父上帝对带咱读圣经，这段话的头前。有一个人的祷告，一个的大卫。伊讲我有一个一辈子的祷告，一生的祈祷。有一项事我捌第一对上帝求。今仔圣经只有2句，一段是诗篇，一段是马太福音第6章。诗篇这段话是3000年前一个中东地区足有智慧、有能力、很尊贵的一个国王，伊的名叫做大卫，大卫王，伊的祈祷。伊讲我有一个一辈子的祷告，所听兄弟姊妹，你敢有一个祈祷是对你少年到年老一直陪伴你的祈祷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互咱每一个人，咱真做一个会晓祈祷的人。这段圣经诗篇17篇第4节，伊讲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求什么？求更较有价值的代志。恁即摆国中3年级，恁想的代志拢是国中3年级的代志，甚至是国中的这个阶段的事情。但是明天开始毕业了后，你们会从高中，你们会进入大学，有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，恁的生命开始会无同款，因为恁会成长，甲恁所接触的这个世界愈来愈宽广，你们的祷告也会不一样。这段圣经咧讲起。有一项事，我捌对耶和华求，牧师要鼓励恁，甲上帝讨有价值的事情。但是你会问讲，牧师，什么叫做有价值的事情？就是讲，会通互你行出去到外口，人看到你的时，会觉得这个人很棒。就是你的智慧，就是你的言语，就是你的品格，就是你今麦所咧表达的人际关系。上帝祝福恁，你们可以成长。大卫伊讲一句最重要的话，伊讲上帝的恩典跟慈爱是一辈子的。请您记得，牧师在今天用这个话语来祝福恁。上帝对恁的祝福是一生的。所听的姊妹，你敢愿意？上帝祝福你一世人。原咱伫今仔日咱甲即阵囡仔共款，咱一方面为因祈祷。但一方面，
咱嘛甲上帝讨，主你的稳定，主你的阻碍，主你的阳光是一世人的故。伊个来讲，一树虽有枯气，早晨必欢呼。意思就是讲，过去我可能捌拄着一寡真不足的代志，但是将来我要欢喜幸福。简单来讲，就这个意思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的过去跟我的将来，我的过去现在是一个让我觉得遗憾，让我觉得孤独，让我觉得羞愧，但是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等待上帝所祝福我的幸福。这就是今仔日这个祈祷的经文的重要。所以牧师要跟您讲，你们可以这样子祷告，请您注意听，牧师要跟您讲如何祷告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虽然恁的教会嘛已经有够久啊，虽然恁若有洗礼的人，恁拢要背主的祈祷文。但主的祈祷文不是一个形式上宗教的仪式啊，念念的就过去，不是。主的祈禱文要讀入去你的心內，將上帝的話放入你的心內，然後這個話要親像光，帶來你生命的力量甲智慧。原來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禱講，阮佇天頂的爸，這是5句話中間的第一句，阮佇天頂的爸。牧師要教你們，當你們抬頭，你的祈禱的時，天上的神上帝要做你的爸爸。牧師再講一次，這個上帝是牧師的爸爸，這個上帝也要成為你們靈魂的爸爸。不管你願意無，伊就是咱每一個人天上的爸爸。我要跟您講一個小故事。大概20年前，有一屆我伫培靈會，我大概講類似這方面的聖經。我講到了後，有一個人走來跟我講：“伊講牧師，我敢會當跟你講幾句話？”牧師上愛伊講到了，有人來跟伊講話，因為多數的人攏拍拍屁股就走了。這個人走來跟牧師講：“牧師，我敢會當跟你講幾句話？”我當然講好，然後我聽伊敘述伊的生命的過程。伊講牧師，你甲我講，阮佇天裡的爸，佮甲阮講愛用安尼祈禱。伊講牧師，我不同意，我無法度接受。如果上帝若是一個爸爸，那安尼我信袂落去。伊講對細漢到大漢，我的爸爸是一個無責任的人。我今仔日雖然伫美國，已經真做一個有能力通飼我家己，嘛有一個真好的職業。但是我所有的一切攏是我真孤單、真努力所打拼、流汗得到的。所以你講，阮佇天裡的爸，我實在無法度溝通，我嘛無法度同意，因為我的爸爸是一個從來捌背叛我、無責任的人。所以親愛的姊妹，重點就是佇這個所在。咱的人生的家庭，無一個家庭是十全十美。咱的父母嘛，毋是十全十美的父母。但是我相信，每一個父母攏是聽伊的囡仔，雖然因的方法無共款，但是今仔日這個祈禱頭一句講：阮佇天頂的爸，當你看天頂的時，你心內的期待，這個上帝成做你的幫助。這個祈禱文會改變咱，修補咱以前對父母所得到的，無論是祝福，無論是傷害，甚至會影響將來你們的婚姻。牧師今日跟您講這句話，這個禱告甚至會影響你的婚姻，因為不是所有婚姻家庭攏是幸福的。恁愈大漢了，恁會明白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但今日這段聖經要改變恁的家庭，改變恁將來，因為這個老爸，這個上帝要做恁的幫助。求天父上帝賞賜恁，在你的生命當中有一個
被爱充满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所听下的姊妹，今仔日咱的礼拜，师会带咱读2节的圣经。是的，庄老师，我有伫咱的赖族群有写讲咱的今的经文，因为路加福音甲马太福音是共一段，所以我是互恁做参考，但是如果有改掉删掉但是就无这个所在改不掉，所以师会就想要搁读路加这段话。路加甲马太拢是咧讲起主导文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想这段话。这段话是一个改变生命的话。牧师要甲恁讲，毋是今仔日牧师用这2句话要改变恁的生命。牧师不尝试改变你的生命，能够改变你们的生命是你们自己。甚至注意听，你是一个足巧的人，你就有主张，但是爱有上帝的话改变你的生命，你可以的。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，当然变较好，变较歹，重点在这个所在。你要变较好，还是要变较歹？你要变较幸福，还是要变较将来恁的生命乱糟糟？我说今仔日很诚恳跟恁讲这样的话，是希望恁，当你们还没有很成熟的时，恁有一个渴慕的心，恁要为着恁的将来祈祷。今仔圣经诗篇27篇讲，有一件事是我一辈子的祷告。今仔日的礼拜对恁来讲是生命的开始，是一辈子的祷告。求天父上帝改变所有在座这毕业生，愿天父上帝祝福恁，你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上。今咱所读的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、第10节，路加只有1节，但是马太甲伊写做2节。无论是1节、2节，拢不要紧，因为圣经一开始并无分章甲节啦。后来是为着要帮助基督徒读圣经的时阵有系统，所以才有分章甲节。伊安尼讲，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这是第一个祈祷。天顶的神就是咱的爸爸，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你的名声。第二，愿你的国临到。第三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我的生命当中就亲像伫天堂3项代志。这叫做3个愿望。所听下的姊妹，这3个愿望代表什么？你敢已经清楚会当解说，互你的囡仔听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。我需要教恁一个简单的祈祷，是2000年来的教会内底的祷告。恁有时听师会祈祷，长，真水。但是在古老的祈祷中间，有时他们教导基督徒用一句话祷告。恁捌听过牧师甲恁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恁会记无？有一个礼拜牧师甲恁讲 Kyrie eleison，Kyrie eleison 就是拉丁文，因为古老的教会因的祈祷的时阵，因读的圣经是拉丁文的圣经，所以 Kyrie eleison，Kyrie 就是基督啦 ，Christ。会爽就是，毋是咱咧台湾话讲会爽啦，伊的意思是怜悯我。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；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。耶稣，求你怜悯我。一句话祈祷放伫心内，一直反复，有出声也好，无出声也好，迄拢是祈祷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将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，亲像天顶。这3句话提醒恁，用这句话做恁的祈祷。你念了后，你就安静坐咧，然后用你的心去想，主用这句话来对我讲什么？这就是主导文以最美妙的影响力。当你安静去想这句话，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时，你要深深受到伊的影响。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；阮伫天顶的爸，因为你的听改变我甲你的生命的关系。咱甲上帝的关系变作具体，咱甲上帝的关系变作亲密，咱甲上帝的关系无搁再是高高在上、纵远的，
今仔日上帝是坐伫我身边的爸爸，伊拍拍我的肩膀，伊甲我加油。原你的名的成的意思就是讲，爸爸，你等下，你的囝将来有成就，要互你有面子，安听有无？阮伫天里的爸原你的名成，意思就是讲，爸爸，有一日你要因为我感觉有面子。但是请你注意，上帝无需要咱证明你是一个真教的人，毋是。上帝听咱是无条件，因为咱是伊手上的宝贝。所以当咱咧讲阮伫天里的爸时，咱开始觉得不孤单，因为有一个看袂到的上帝，他会在你的心里面陪伴你。愿天父上帝将这句话放伫恁的生命中间，成做恁3个祝福。这个话要开始伫恁的生命，成做恁的思想，成做恁的态度，成做恁将来7条幸福的路。将来恁人生中间7条幸福的路，因为耶稣所讲的这个祷告文，伊的旁边刚好就是8条路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祝福放伫恁的生命中间。那安尼，牧师替恁问这个问题：主耶稣，你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所听下的姊妹，咱已经朗诵、背诵主祷文一世人，有偌恁这时阵，咱捌真正真认真、很深沉的去想这句话到底什么种的意思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，叫请咱，互咱愿意深深去想这个祈祷伊真正的意思。伫这个祈祷的中间有4项代志。第一，这个祈祷会改变咱甲上帝的关系；第二，这个祈祷会帮助咱活出美好；第三，这个祈祷会互咱的生命对乱糟糟、暗淡、黑白变作彩色。第四，这个祈祷会帮助咱，伫咱的一生无共款，因为代表讲，上帝恩典是一世人的故，你相信吗？上帝恩典甲上帝计划是对我少年甲我年老。我敢伫恁的面前读这句圣经，意思就是对我少年到今仔日，这个带我大汉的上帝，伊永远咧带我的路。所以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真正听到这句话，这是陪伴咱一世人、改变咱人生的话。愿咱用这句话做咱的祈祷。牧师讲用这句话祈祷的意思，就是你伫每一日早暗，你若无你的祈祷事的时，你会当用这句话安尼祈祷，安静坐咧。啊！你对心中安尼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成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伫遮。然后你安静去想，当你求上帝的名伫你的生命中间，成为被尊重、圣洁，迄代表什么？所听的姊妹，这就是默想的祷告。教会该称之为神圣祷告，也称之为导读、祷告跟读经、读经跟祷告，用上帝为祈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定心复习，伫恁的将来反复啦，不是欢呼吼，反复伫你的心内一摆搁一摆。伫你少年的时候，你所读的感动无共款；伫你的将来年老的时，你所读的时候感动嘛无共款。牧师要甲恁介绍一本册，如果今仔日礼拜了后，恁也感觉恁真渴慕要了解主祷文，才有一本册是古伦神父所写的。这本册伊真要紧的题目叫做《经验上帝与改变世界》。当你安尼祈祷的时，你就经验到上帝的力量、
上帝稳定。当你开始安尼祈祷的时，你要发现，上帝要使用你，真做一个改变社会的人。主听咱的祈祷，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，为咱拍开咱的心门。所以听下，这你敢愿意拍开你的心门，互上帝的圣神将伊的话放伫你的心内。愿主摇动咱的心，咱无搁再拄久，咱伫主的面前敬虔，咱用敬虔的心、肯定的心，一句搁一句，搁一解读，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。伫地灵亲就伫天灵，伫地灵亲就伫天灵的意思就是讲，伫我的人生的中间，甲伫天堂拢同款。上帝你的稳定、权能、荣光、尊贵、平安、喜乐，所有一切，伫天堂中间所应允的一切的幸福，拢伫我的人生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定心来想这四项的祝福。第一，主的祈祷文要改变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咱要甲上帝的关系，无搁再是一个真严格、真歹，常常亲像检察安尼，来监察咱的行为，这做了好无？这做了好无？咱的上帝毋是这种的上帝，咱的上帝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毋是检察，来检讨你的行为，安尼尔，伊是亲像一个爸爸。伊咧看你，对你的思想、讲话、行为、品格，你是毋是有活出上帝的祝福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真正享受甲上帝生命的改变。古伦神父讲，这个改变有3个改变。第一个，咱的上帝不再是在礼拜堂的十字架上，伊对礼拜堂的十字架顶管落来，无论你坐伫什么所在。这个主耶稣要坐伫你的身边，咱的上帝是高高在上的神，至权、至圣、至尊。但咱的上帝，因为咱心中的呼唤，这个上帝要跟咱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所以耶稣讲，这个上帝要做你的爸爸。如果你若甲拄则我咧讲的这个兄弟，伊甲牧师讲无可能，因为我无可能用阮爸爸的形。去想象上帝，就是因为这个人真不幸，伊的人生真孤单、真苦楚，所以咱才需要有上帝来弥补咱的家庭成长过程，迄个无够个完全的，迄个家庭亲密的关系。这个上帝要变做真真实实的上帝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如果你感觉基督教信仰足好，但是你觉得离你的生命好像很远，这是一个机会，你应该把握用主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：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。主啊，你甲我做亲密，互我真正经验到你伫我生命中间。所以听下这，邀请主耶稣，邀请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来掌管你的人生。这个上帝要互你的生命叫做活跳跳、活泼的生命。第二，今仔这个圣经主导文所甲咱讲，当咱尊上帝的名做圣，愿你的名做圣的意思就是，以前我黑白讲话，对的也讲，唔对的讲，我的行为我感觉真好笑，但是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追求的就是，我可以不一样。我决定要无同款，因为上帝是一个尊贵的上帝，伊遐尼水，我会当亲像伊。我要甲这个上帝讲，爸爸，有一日我要使你，我要互你，因为我觉得很骄傲。亲爱的姊妹，上帝若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内底，咱就要无同款。这就是大卫讲，我有一生的祈祷。第一甲上帝讨，就是看见上帝荣光。我若认捌上帝是一个清气上、圣洁的、尊贵的，那安尼我的生命
就要活出美好。上帝要将一切良善的力量放伫咱的中间，这就是尊主的名最圣的人，也生命要爬上新的态度，爬上新的幸福的道路。也这恁定心对看，今仔日个礼拜了后，牧师要鼓励恁，恁定心甲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3周尔。啊，你若讲牧师稍长，那就读第6章。上好是对马太福音第5章、6章、7章第3周一口气给读了。因为伫迄个中间，耶稣讲起幸福的8条路、8个态度，然后伫这3章的中间记载所有伫教会内底咧讲的一个真宝贝的讲道，这叫做讲道文集，也叫做山上宝训。山上宝训，伫迄个中间讲到最基本，就是耶稣的讲道篇啦。恁无机会听耶稣亲嘴所讲的讲道，恁只有听过做牧师的讲道，还其他牧师的讲道。但是山上宝训，伊就是耶稣的讲道。迄个讲道要改变你的生命，嘛要改变你的命运。人的命运对生命态度的改变来开始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第3项的祈祷。主求你，互我的人生有光明。牧师一开始问恁一个问题：你会感觉你真孤单吗？你会感觉你的生活真无力感吗？你会感觉你的生活乱糟糟吗？这就是愿主的国临到，意思就是迄个有次序的生命，加做我的生命。完咱伫这段圣经的中间，来邀请上帝伊降临伫咱的中间。恁会记得耶稣要问伊身边的人讲：上帝国伫什么所在？恁会记无？天堂在哪里？在天上，没有错，天堂是在天上。但是恁会记得耶稣讲：上帝国伫什么所在？伊的意思就是讲，虽然高高在上，但这个上帝国也在你的生命当中。也这当上帝国天堂伫你的生命中间，取而代之的是啥物？健康、幸福、富足、平安、喜乐。你相信吗？你确无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。亲像今仔日牧师讲到的主题的相片，传出你的双手，你甲主祷告，主求你将上帝国的幸福放伫我的手中。阿门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告，主求你用你的手放伫我的心。当上帝用伊的手放伫咱的心的时，上帝将伊的权能、将伊的稳定、将力量。放伫你的心内，你要加做一个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信心、有勇气、有望望的人。主将这个祝福放伫咱的中间，也因为这种的祝福临到伫咱的生命，咱开始要用无同款的态度去面对上帝。咱要用无同款的智慧的眼光来看咱家己。你要知影你是一个无同款的人，最后。愿上帝将伊的话来改变你的人生，上帝用伊的话改变咱的命运。有的人一生实在是悲剧人物，你捌听过这句话无？偏偏伫人的斗阵中间，有一群人的内底有几个人，伊的人生结成特别的坎坷。有当然有真侪原因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可能。伊生活的态度无健康，一个人生活的态度若无健康，咱常常扮演悲剧人物的角色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圣经中间帮助咱。另外一个牧师叫做辛克，伊有那咧写耶稣，伊讲耶稣伊的祈祷是愿上帝所愿。
伊心内所期待的就是互上帝的旨意得成。基督徒咧学耶稣，咱嘛是咧学耶稣的顺服，学耶稣伊的使命感。每一个基督徒要因为咱的顺服来得到快乐，每一个基督徒要因为咱的使命感无共款，叫做卫生，咱的人生产生无共款的价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讲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就产生一个问题：上帝的旨意，甲我的心意，我的心意，甲上帝的旨意，对一个较重要。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做决定。愿将我的心意交伫上帝手中，互上帝因为伊的旨意，我的生命嘛产生无共款的价值。这就是今仔日祈祷最重要的所在。所以耶稣讲，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大家拢要背，只要你伫教会有一段时间。连主教的囡仔拢要背，但这句话写伫什么所在？这句话写伫马太福音主导文的尾啊。伫主导文到最后了后，伊讲：你唔通亲像外邦人、世俗人，因为因的祈祷甲基督徒的祈祷是无共款的。所以当恁求讲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上帝旨意得成的时，连恁无祈祷的，我嘛拢要想述互你。恁都去读这句话，就算做你无，你唔知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代志，你讨无到的，上帝嘛要为你来成就。会写伫马太福音6章33节，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，恁相信吗？这个意思就是，上帝要将一份一切美善的力量。一切良善尊贵、活命的快乐，放伫你的生命中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阿们。主啊，我的心意甲你的旨意，不要本末倒置。事实上，今仔日的教会，有的教会是本末倒置。伊感觉伊咧替天行道，有的教会伊感觉。伊咧替上帝热情，替上帝热心，但是伊若安静去思考，有可能只不过就是用伊的意念、人的意志、人的价值，假想伊要交对上帝的旨意。兄弟姊妹，当咱若安静伫主的面前的时，咱要有能力通区分，不会本末倒置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好好读山上宝训。山上宝训讲到上帝的话，山上宝训讲到基督徒爱做事光地言，山上宝训讲到真侪基督徒的伦理生活，山上宝训讲到基督徒的价值观念，人若赚到全世界，丧失生命有甚物价值？山上宝训讲到，伫世间这条路，通到上帝天堂的所在，是一条真少人行。迄个门，搁真细的一条路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伫主导文用上帝拍开咱的心。兄弟姊妹，咱同心来领受，主伫今仔日所予咱的祝福。主啊，你将8种的幸福放伫我的人生，主将8种的幸福8条路想述互阮向日葵学院这毕业同学，恁有可能无法度。同时间行8条路，但是恁伫这8条路的中间，你会让选择一条你最喜欢的一条路。主帮助恁，伫到恁一生的路尾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
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